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财政出问题，欠超过34亿台票，市府已经无法度负担，宣告破产。罗西亚请外国兵斗战争，这阵古巴竟然掠到一个买卖人口的集团，专门拐人去罗西亚做佣兵。中国山西有工人为着工程方便，要开一条近路，竟然是甲万里长城乌长一截5公尺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总统蔡英文去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访问。总统是已经甲史瓦蒂尼的国王签3项合作文件。总统阁答应讲要修改非洲计划，让台湾未来领导人会当甲非洲的关系搁较密。飞机飞14点钟了，总统蔡英文的专机来到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此国以二队礼宾一个传统舞蹈仪式欢迎，台湾的侨胞也热情会着国旗欢迎。总统的行程排正版，到为了是会见此国的国王恩施瓦蒂3世，并且共同见证两国签3项合作备忘录，包括妇女创业基金、由高雄市长陈其迈签署的姊妹市协定，一个最近合作伫此国及战略自由组，深化彼此的交流。Enjoy the friendship that you offered to us, and I hope this friendship will continue and deep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forever. 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you here, away from home. All one can say is that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very time we meet, it gets stronger and stronger. 此国国王也讲，台湾就敢若是伊的家乡共款，得到满场的扑克声。伫侨县有要甲300位侨胞自非洲各地过来，当面向蔡总统建议，希望2018年所提出的非洲计划会当搁再升级。蔡总统当场讲，回顾了会赶紧修改成这2.0的版本。非洲是我们未来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哈。那不论我有没有做总统，我都会为这个付出一份心力。蔡总统也期待台非各领域的活动会当更加进一步，和后回台湾的总统来非洲访问时阵，唔那是拜访史瓦蒂尼，一个人到其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菅田文雄今年4月去互攻击，嫌犯木村良治经过鉴定，确定精神状态无问题，是去互检方以杀人未遂罪起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谎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因为经济甲政治问题，去互因党内元老批评。习近平的辩明讲，这是过去3位领导人留落来问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意大利威尼斯明年开始，敢若入城细细的无要过暝游客，是要加纳台票170块的费用，目的是要减少一寡敢若走一工行程的游客。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去右派团体叫5查甫涉嫌2021年国会山庄的暴动案。这阵镜头人塔里欧是去互法院判22年，是目前去互判上届当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印度集团体的邀请批称呼因的国家巴拉，谎称印度执政党嘛按算要提案改国名，改做印度搞国业巴拉婆罗多，甲有带实名意义的印度换掉。印度的第2大城伯明翰，今年度的财政是欠超过34亿的台票，市府已经无法度负担啊，宣告破产。除了基本的服务甲弱势福利，其他的支出隆重暂停。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都会区，人口大约430万，只属伦敦的全国第2大城。不过平均每人的 GDP 只有31500多美金，比全国平均的46300多美金低真多。在英国并不算是富裕的城市。
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这摆出现的财政危机，主要是根据2012年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波滨县市政府在薪水提高甲奖金方面对女性职员明显不公平，所以需要补偿不足的金额，目前累计已经补发的金额超过新台币441亿7800万。那今年度还未发放的金额是有305亿2200多万。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市府所属公家单位的资讯系统年度维修费用达到新台币40亿1500多万。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之下，敢若今年度的财政空缺就有8700多万英镑。根据市议会破产公告，除了上基本的服务甲照顾弱势等法定支出之外，其他开销随停止。For anybody who's suffering across the city, you know, anything that impacts and that the council has done wrong, we'll hold up our hands and we will say sorry for. 波滨县算是工党的大票仓，市议会历届选举会当讲拢由工党摕到上侪席次。目前102席市议员中，工党占稳过半的65席，中央执政的保守党伫遮只有22席。对此，除了中央政府表示无法度斗相共，电视上的保守党议员都批评工党治理无方法。They've been telling the public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golden decade to get re-elected, while in fact we now know they built it on fool's gold, where the accounts haven't been signed off and there's no actual allowance made for the debt that they owe. 离后一届的市议会选举也阁有2年半过，这摆的财政危机安怎发展，也需要时间来观察。公司新闻记者陈平玉。南美洲秘鲁的首都是有一堵4.5公里长、3公尺宽的围墙，这一边大概是好野人，一边是贫民区。这堵壁本来是40年前起来要阻挡叛乱组织的，这阵煞是变做一款基石。但宪法法庭嘛判决讲，这确定是基石，一定爱拆掉。虽然这是走向进步的一个新进展，不过经济上好野散价差真侪情形，恐惊是真歹改变。我出土掰开一片土石，拆除工人徛伫围墙两边，用工具甲墙拆掉。南美洲国家秘鲁的首都利马一个山坡，有长数公里的围墙，原本是800年代用来阻止当当时的秘鲁叛乱组织公开道路、下区偷窃、抢劫有钱人的社区，因过后壁煞互当作是分别富人区甲贫民区的围墙。10月当前，佮一直设伫加长，互当地的民间组织批评围墙有歧视意义，号名号做铁脚之墙。Discriminatorio, ¿por qué? Porque como peruanos que somos, yo creo que somos uno solo, ¿no? Pero ya al dividir un muro era como si estaríamos en otro país. Ni en otro país pasa esto, pero... 这个围墙最后拢总长4.5公里，悬3公尺，部分墙的面顶佮设置会车人的铁丝网仔，引起平民社区的居民不满。4人前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4档的官司，宪法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围墙有歧视的意思，违反宪法，下令拆除。Están empezando a retirar el alambrado de púas, es inconstitucional. Es inconstitucional porque afecta el libre tránsito, pero además lesiona la dignidad de los vecinos, tomando en cuenta que se trata de una división de límite a límite, ¿no? Y que separa a dos grupos o sectores sociales que no deberían existir. 过去德国幕府批定围墙，甲规个德国分做东德甲西德，一直到1989年才拆除。所以秘鲁的这个围墙嘛有秘鲁版本批定围墙的名。南美国家的贫富差距真严重，一趴上好家的人占有地区财富的41%，其余99%善家人只占59%财富。所以就算拆除这个铁脚之墙，短期以来嘛真歹改变这款的社会状况。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出名的世界遗产中国的万里长城，即阵竟然是去互传出讲互乌断去的消息。这搭是伫咧山西境内，有工人为着方便要开一条近路，转甲这万里长城乌断一截有5公尺长。目前是已经掠着2个嫌犯，不过这长城要修复，恐惊是真困难。相片中，这条土沙路不是什么山中小路，是万里长城互挖出来5公尺长的大空隙。地点就伫山西省邮局关境内。当地公安伫8月20日接到民众通报，随赶去现场查看，检判是用重机驱开乌造成的破坏。顺续伫4区围查到乌头机甲1人1女2名嫌犯，目前已经将2个人逮捕。万里长城即马存在位置主要是明朝时期所起的，东甲辽宁，西甲甘肃，跨过中国10个省市自治区。
即摆风破坏的路段起有第32个风火台，所以叫做32城。原地当地围墙甲风火台拢算是完整，也毋过建筑工人讲，为着行近路挖出大空隙，对珍贵古迹造成的伤害真歹弥补。那伫即摆的严重破坏进前，把核选世界新7大奇景的万里长城，当日拢吸引就千万的观光客来遮。尤其伤济早已经互万里长城真歹负担，出现毁损甲崩塌的情形。这个是长城，它破坏就是第一，它是风吹日晒，地震、暴雨，这是主要一部分。另外是人员的太多了以后的无序的踩踏，造成表面的损坏。为着保护世界遗产，中国政府为1950年代就开始进行维护计划，也过修复工程。往往是地方政府个人做个人，乌白乱收的状况一直出现。像2016年，为伫辽宁省一段有700年历史的古早步道，竟然荒修建成平平的阿摩托路，引起各界批评。也过专业人士指出，改用传统方式修复，佮挡袂起过度使用，影响大海。为着维护古迹样貌，北京的北淡岭区长城，2019年起已经对观光客采取限量管制。广西新闻张惠斌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一直无进展，双方拢损失真侪兵力。罗西亚即阵是开始大量抢外国佣兵，即阵伫咧古巴竟然是掠着一个买卖人口的犯罪集团，专门拐人去罗西亚做佣兵。真有气势严格要战争的场面，各项组一个真正查甫人做口号，号召男性去做兵。俄国国防部最近一个扩大军队规模，佮希望外籍人士也来做兵。这么说传出有犯罪集团骗古巴的公民，强迫因上战场。E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detectó y trabaja en la neutralización y desarticulación de una red de tráfico de personas que opera desde Rusia para incorporar a ciudadanos cubanos allí radicados e incluso algunos procedentes de Cuba a las fuerzas militares que participan en operaciones bélicas en Ucrania. 古巴政府拜日发表声明，讲查到一个人口贩运集团，伫古巴甲俄罗斯境内骗古巴的人去做俄国佣兵，暗过无说明是毋是甲俄国政府有直接关系。进前有2名19岁古巴的青年伫美国媒体头前指控人口贩啊，讲安排因到俄国做建筑工人，了后引入误击，结果煞被带去俄国军队。No debe ser posible que Cuba pueda estar reclutando jóvenes de esa edad para enviarlo a una guerra, ¿me entiendes? Entonces, no sé, me parece muy poco creíble. Bueno, Cuba está en contra de toda la trata ilegal de personas y lo que dijeron fue eso, que es para cerrar una guerra en Ucrania, pero bueno, que la revolución cubana está en desacuerdo con eso. 虽然古巴甲俄罗斯伫经济方面有密切合作，也一直无加入声援乌克兰。不过，古巴政府在声明中强调，未参加俄乌战争。面对贩运人口上战场指控，俄罗斯官方暂时无直接回应，但是讲这是古巴的人咧散布歪曲的信息，讲俄国歹会。广西新闻徐焕良编译。联合国的援助资金，恐惊10月底就用到季底，所以讲伊就宣布要减少阿富汗200万人份的粮食援助。不过，这阿富汗是大概有3600万人要去失顿，这阵援助各项收顿去，状况恐惊会搁较凄惨。甲太太囡仔坐伫客厅，爸爸卡里姆一家伙仔看起来拢真瘦，伊饲5囡仔伫市场做搬运工，真艰难维持生活。伊讲塔利班掌权了后，收入只剩1/3，逐工上济赚$2，拢靠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现金援助，一摆48块美金。这样援助要停止，伊烦恼甲规暝拢困袂去。世界粮食计划署因为严重欠资金，这个月伫阿富汗共减少200万人的援助。阿富汗人是可无工作机会，面临暗淡的未来。原本一工食2顿，即马恐惊只剩一工食1顿。伫中下地区，所有人拢咧受殃机。دقیق موږ چې ګرځېدلي یو دلته دغه لرو کمیټې لري 90%。如今恐惊伫10月底都无所以已经减少阿富汗1000万人的援助。And
coming into winter with so little resources, where they've depleted their assets, is extremely worrying for us. 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指出，在塔利班政府接管了后，遭到冻结7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推估，到2021年8月，阿富汗有超过3600万人，占总人口的9成，面临食物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越南一个40岁劳工黄文昌，16年前涉嫌杀警察，去互判死刑。不过，这件案件唔但怀疑有逼口警，调查过程嘛有真侪问题。黄文昌的老爸是四界走踪，要替因后生洗清冤屈。不过，顶个月法院煞是通知家属，叫因准备去领遗体。提出一大堆纸盒、动物，超过70岁的阮中间看起来真唔甘，因为这个手工艺品拢是因囝阮文昌伫咧家己内面偷偷做的，结果请人转交予厝内人。阮文昌2007年防指控犯强盗含杀警察行掠，互法院是判死刑，甲打已经16年。Không phải giết chết một tử tù văn trưởng mà giết chết cả gia đình tôi. Người đó chỉ bắn hoặc là tiếp xúc độc một lần thôi là chết ngay. Còn chúng tôi là chết từ từ hiện nay là em của trường là chết rồi. Còn tôi, chị nó, em nó và mẹ nó là cũng chết rồi. 坚持相信后生的清白，因为阮文昌捌写批甲厝内人讲警察打拍，逼伊写自闭。人权团体嘛发现讲警方的报告有伤侪疑点，人证的确信度嘛受到质疑。但是法院是拒绝去相信对警方不利的讲法，嘛驳回检方的上诉，继续判死刑。这一年来，阮中正拢一直在替后生在走踪求援助，希望有一天因后生会当平安倒转来。但是顶个月法院是忽然间通知家属，叫因最近准备去领阮文昌的遗体，但是无说明讲阮文昌敢是已经互处决，无争伊是生是死拢唔知。人权团体讲，越南是一直传出无公平的审判，政治犯是当年一直增加。一个替美国媒体写稿的记者，因为批评越南政府互关伫个精神病院3年，后壁阁互判关5年，一直到今年7月才出狱。一个卖食的档仔的头家，是迄片口西越南的官员，食5万块的牛排，嘛互判罪。讲出无共款意見的人士嘛一直互打壓。Nhưng mà cảm thấy nhiều bất lực trước cái thảm họa như vậy là các cái nhà đấu tranh cho dân chủ, nhân quyền đều bị bắt, bị khủng bố, tù đày. Thành thử là dân thì bị sợ thôi, chặt mất cân có cơm là phải sợ thôi. Họ hép về cái vấn đề kinh tế, về vấn đề như vậy là đi lại. 就算局势这么紧张，阮中正同款是无失望。美国总统拜登车10就要来访问越南，一个希望囡仔会当较紧转来的老爸，希望拜登来的时阵要求越南政府改善人权。拜登过去常常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但是对越南是毋捌明显批评过。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的国际教育专题行入世界边界，继续看万山好汉伫咧菲律宾的哈尼高岛，是暂时设一个教室，予学生上课。不过，这自控是印尼的雷洪台，予哈尼高岛也阁有115间学校在等登建，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木材、布棚、甲铁网，一间临时搭的厝，这是学生逐工上课的所在。因为2年前的风台破坏了学校的2间教室，校长只好想办法，让学生继续上课。风台毁掉福邦小学的建筑，也甲上课教室规个陷倒。学校除了用临时教室来提以外，也安排学生一礼拜2-3天轮流上半天的课，来解决教室无够问题。不过，这炎天赤日头，加上雨季伫要来，福邦的学生伫艰难的环境之下上课真好专心。Sa taong ito talaga sobrang hirap kasi palagi kami transfer ng room, kasi wala kaming room. Tapos ito napatayo to sa last month pa. 哈尼高岛到单，还有115间国级学校等待重建。完善呼唤甲教育局，还有学校合作，按照菲律宾政府的防灾教室设计，伫福邦小学开始重建。Some of our learners and teachers having their classes, some in a very
non-comfortable place. And happy we are that here in Siargao, we have the NGOs like you, the loc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NGOs coming to our schools for this. 它是岛上又是最穷的一个地区，因为只要这个情况最艰困的地区可以做起来，我们就可以给岛上其他的学校更多的希望。远山呼唤甲爱送到太平洋的小岛，中建这条路也代表台湾超过5000位捐款人的诚心，希望予这囡仔有一个安全的上课环境。记者洪兆成、黄文良，菲律宾哈尼高度的采访报道。法国巴黎穿领服装的流行趋势，不过煞是真罕你看会到做迄size较大领衫的店。即阵是有一个品牌专门设计大领的水衫，创办人就认为讲，无论什么款体格，拢应该会当穿水水。女性唔免减肥，就会当找到穿着舒适佮水的衫。派翠衫自细汉看做裁缝的妈妈伫咧做衫，有正强的时尚感。你市面上找袂到大寸尺的服装店，伊认为是服装市场的问题，就敢若是对大寸尺族群的歧视。Alors je trouve qu'aujourd'hui le problème quand on est une personne de forte taille, enfin une personne corpulente, c'est qu'on ne peut pas s'habiller. On n'a pas accès à une offre qui nous permette de répondre à un besoin. On n'est pas, je suis même pas encore en train de parler de style ou de recherche pointue, mais déjà du vêtement utilitaire de base. 做我的柠檬水主要人客是大寸尺的女性，设计适合因体态服装。品牌创办人丽莎贾契特秉持着穿衫应该是自由而且欢喜的初心，创造这个个人品牌。这个牌子的名也有一段故事。贾契特伫14年前自波尔多搬来巴黎，迄当阵伊的阿姨送伊一句话：“若是人生互你柠檬，你就该做这柠檬水。”就是这句话，互伊力量创立品牌。Concrètement, j'ai pas envie que les femmes pensent qu'elles doivent attendre de perdre du poids pour entrer dans nos vêtements et qu'on vit tout de suite et que c'est trop bête d'avoir sa vie entre parenthèses avant de rentrer dans un vêtement. 服装市场常常因为成本的问题，限制大寸尺衫裤的设计甲生产。贾契特无安尼想。Et oui, ça coûte plus cher parce qu'il y a plus de consommation de matière, mais ça voudrait dire qu'un vêtement plus petit, on devrait le vendre moins cher. Enfin, c'est assez bête, donc je préfère que le prix soit calculé sur l'ensemble du développement. Alors évidemment. 虽然互人归类做小众服装，不过贾契特也是坚持伊定制的路线，依照人客需求设计服装。互有钱也买袂到衫裤的女性，也让享受试穿衫的自由加快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